梁國雄議員，主席，馬逢國真係傻傻地嘅，調動解放軍要中央軍委批准噶嘛，係咪？1個年以上。梁國雄議員，你唔係馬逢國議員，我哋唔好嘥時間啦。梁國雄議員，你希望你係針對呢個預算開支預算去問問題好唔好？佢問佢，我有侮辱性，佢話我傻啊！傻未必嘅，傻得可愛得嘅，傻得可愛得。梁國雄議員，呢個唔係人格嘅問題。梁國雄議員，冇問題。嗱，傻得可愛都得嘅，我都話你傻得可愛。你繼續問問題好唔好？我嘅理解咧就係中共中央軍委要調動，你如果1個年以上咧都要調動嘅，即係要軍委嘅首領。咁你叫公務員去叫個軍委去俾個令，去俾個連隊去同我哋一齊演習，呢個根本就係即係老實講緣木求魚，真係唔好難為啲公務員。好，第一呢個係我睇64嗰啲書嗰度講嘅咋，1個年以上就要咁啦。咁我唔知即係解放軍喺香港有幾多部署啦，應該都有一個運城旅咁上下兵力啦。好啦，嗱呢個就書歸正傳啦。第一就阿陳鑑林咧就問曾偉雄處長咧就有冇心理輔導，我都接到好多民主派嘅警員咧就話咧非常之厭惡，成日要佢哋去處理咧，去鎮壓民主派嗰啲人，佢心裏非常之惶恐，又唔敢講。咁到底你哋又有冇即係有個預算，就係去同佢洗下腦又好，同佢解下困咧？因為真係有幾個，琴日我坐的士都有一個以前嘅差人，佢話：喂，長毛你唔好啦，真係係咪？我哋嗰啲伙計有啲係撐你，有啲唔撐你，撐你嗰啲真到你死，唔撐你嗰啲親到你死，撐你嗰啲又話拉唔落手。咁其實你有冇一個心理輔導，就係即係啲人拉唔落手咁點咧？你話嗱，呢個第一啦。第二，如果佢拉唔落手嘅時候，解放軍咧就調動係好難啲嘅。武警你有冇同呢個廣東省武警拉練一下咧？用國內嘅術語，因為大陸係成日暴動啊、騷亂噶嘛，我哋就唔會嘅。咁佢哋到底係點樣處理嘅咧？你有冇諗住上去拉練一下咧？第三，你有冇借定呢個政府大球場去囚禁嗰啲佔領中環嘅1萬人喎？我睇套戲咧，喺智利咧就係政變嗰日咧，就有5萬人囚禁咗喺呢個聖地亞哥嘅國家場館。你有冇做過呢樣嘢咧？第三、第四就係音波炮嘅問題。呢個音波炮，你俗稱音波炮啊？你哋會唔會使用嗰個音波炮呢？嗰日即係會唔會拎去試一試？如果你試咧，唔該啊，即係老實講，你講乜兩句？你俾我即係事先去用下睇下先啊，哥，咪會死人㗎！你唔好到時即刻用啊！你俾立法會議員參觀下你音波炮嘅六指琴魔嘅威力，可唔可以示範一下？揾日我去睇睇得唔得啊？4樣。處長，首先呢，就必須澄清咧，警方喺處理遊行示威嘅時候呢，最主要嘅職務就係維持公共秩序，確保公共安全。當然，如果出現咗違法嘅行為，特別一啲暴力嘅違法行為上呢，同時係需要採取果斷嘅措施，恢復呢個公共秩序，確保公共安全嘅。咁所以咧就唔存在話係落唔落到手嘅問題，又係職責所在，唔論你係咩身份，做法都係一樣嘅。你等佢答。咁呢個同心理輔導啊，亦都冇關係，好嘛？咁第二方面呢，就係我亦都想用嗰啲數字啦。以去年7500多宗呢個係遊行示威嘅活動裏邊呢，警方係需要採取拘捕嘅宗數呢，只係40宗左右。而絕大部分嘅呢，都同個活動冇關，而係個人嘅違法行為，包括係毆打他人啦、破壞他人嘅財物啦，甚至係傷人啊、非禮，亦都包括閣下黨友嘅指控之後提出之後，我哋作出嘅拘捕行動。所以唔明白點解呢？梁議員，你覺得警方係鎮壓緊一啲示威嘅活動？我解釋俾佢聽，因為咧呢個佔領中環講明係和平㗎啦。梁國雄議員，你問咗4個問題，你等而家唔係個自由搏擊嘅時間。下一個問題唔使答啦。嗱，你講明人哋講明係和平與愛，係咪？咁跟住話明正咗，你話咁嘅行為係唔拘捕㗎嘛？只有嗰啲即係打人嗰啲啊就拘捕啊嘛。咁你而家係咪想俾本個答案，就係話嗰1萬人如果冇涉及干犯你嗰個罪行嘅時候，你哋係唔會隨便拘捕佢哋咧？主席，警方執行就係香港嘅法律，
就唔係話我嘅干犯我嘅罪行。我回答唔到。